喺追求卓越嘅過程入面，有時你會發現周圍嘅空氣好似變得有啲沉重，未必係因為你做錯咗啲乜，而係當你想堅持一個更高嘅標準嗰陣，自然會感受到一啲來自外界嘅推力。我習慣用 whatever filter 去幫自己導航，將焦點放返喺嗰啲真實、美善而且有價值嘅目標上面。因為我明白一個人嘅步速唔應該係由環境嘅冷暖去決定，而係取決於你內心嗰份最初嘅信念。真正嘅勇敢唔係要去對抗啲乜嘢，而係一種不被驚動嘅定力。當你清楚知道自己係為咗乜嘢而建造，嗰啲唔理解嘅目光或者係試圖動搖你嘅因素，都會變成背景入面嘅一啲微弱雜音。我對前方依然充滿期待，我會繼續專注，繼續前進，因為最好嘅作品往往係喺最安靜嘅堅持之中完成。